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0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2023年的台湾灯会，有1250万人次参观哦，已经打破历史的纪录。灯会伫昨暗9点半结束了，台北市长蒋万安交接予台南市长黄伟哲。2024年的台湾灯会会伫台南举办。 22公小馆的科技指定秀，玉兔总彩倒算演出，民众看甲目睭唔甘意。国父纪念馆做中心的中央展区，馆内外团体一个线一个演出。第23档台湾灯会阁登到台北，自2月7日试营运到闭幕，总共19天，参观人数创历年新高。从2月1号到今天哈。 是1256万人次啊，这是破历年来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参观的一个人潮。由交通部长王国材主持，台北市长蒋万安甲高安顶的信物交予2024年台湾灯会主办市代表台南市长黄伟哲。蒋万安也感谢前市长郭文典。在这里要感谢柯文哲前市长努力的付出，谢谢我们中央全力的支持。 也要感谢我们所有市府同仁、跨局处的通力合作。在明年2024年，台南将迈入400年的里程碑。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台南市非常期待，也必将把最好2024。 台湾灯会呈现在国人面前。对灯区有出现灯设计的问题，观光局讲是因为人伤侪去搭到线路有故障，半点钟内就解决。考虑到维修管理的费用加成本的效益，台湾灯会照期结束。要拿指定是不是保存落来，市府怎么也搁伫咧评估上好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最近中国的上海代办副主任李晓东带团来台北看灯会，嘛进行市政交流。也毋过负责规划台北市政府对行程是真保密，受到哪里议员的质疑。台北市政府是强调讲，一切拢是依照法规哦，会伫一天的行程行煞，才来对外公布。目前有觉得两岸春暖花开了吗？我们是期待了，因为。 也不可能通过我这样一个工作团组，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一定是两边的一起来努力。李晓东来自天路卡步回应媒体的问题，也一直说道时讲这2天互大家添麻烦。伊会安尼讲，就是因为相关行程事前真保密，也毋过依照公布行程，18访美团暗时8点会到台湾灯会上海灯区上灯，也毋过行程煞提前3点钟，引起哪里议员的批评。除非因为安全的疑虑哦。 不然，任何形式的交流，我想正常化、大大方方的，就像对待其他的外宾一样，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待客之道。台北市政府偷偷摸摸不愿意公开行程，当然会让人家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黑箱操作，见不得人哦。这些行程其实也都经过陆委会的核准了，我想我们也都有共识，就是照这样原则来进行。 北市府讲，访美团在台期间会伫迄天行程结束了后，公布当日行程。学者分析，两岸晚3年无官方来往，这摆上海访美团是来试水温的。上海市的台办副主任过来，那只是来一个试水温。我想这一次蒋万安跟这个李晓东这个见面啊，表现的状况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其他人来访的这样的一个。 行程，学者认为，即摆上海访美团暂时无悬，行程保密，甚至临时改变，互媒体找无。对访美团来讲是无礼貌的做法。另外，访美团有计20会甲台北市长蒋万安会面，敢是会触及中科商社论坛等敏感议题，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网络发文表示讲，伊去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有甲中国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见面，冇当面警告中国的气球飞来美国领空的代志。也毋过中国之前嘛批评讲哦，迄根本是民用的气球，美国的做法实在是伤过离谱。另外，日本的外务大臣林芳正嘛甲王毅见面，日本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被问到是毋是要甲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会面，布林肯无愿意回应。伫气球事件了后，美中关系佫紧张。毋过伫慕尼黑安全会议煞出现转变，布林肯甲王毅进行非正式接触。会后，布林肯伫推特发文质疑当面警告王毅，气球进入美国领土代志绝对不可再犯。毋过其实两人会面进前，王毅则强调所谓间谍气球根本是民用气球，批评美国处理方式。悍然出动先进的战机，用导弹打下一个气球来，这种行为匪夷所思，近乎歇斯底里。慕尼黑安全会议不止美中有互动，日本外部大臣林芳正也甲王毅会谈。林芳正佫讲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就算周边国家一再强调台海爱和平稳定，毋过强机依然继续招待。国防部公布，为18到19透早，强机强舰佫伫台海周边活动。学者分析，中国一直想要家己直接处理两岸问题。北京那个想法就是说，直接来处理两岸的问题，不要跟着不管是美国或日本的这音乐起舞。就算中国继续对台军事施压，毋过19个4个美国众议员到台湾访问，也是新一届众议院组成了第一个访问团。外交部表示，访问团会见蔡英文总统，也显示美国对台无分党派强烈支持，会继续深化台美合作的友好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北部的天气较凉冷。咱来看温度，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佮台湾东部会落东部雨，其他的所在哦是侪云好天的天气。伫温度方面，北部地区差不多是13度到17度，中部地区是14度到23度，南部14度到26度，东部是15度到21度。中南部早暗的温差较大，所以出门哦，记得爱加早一领衫。这波冷空气上悬的时间哦，是伫拜2暗时到拜3的透早，也毋过拜5佫有另外一个冷空气的落南，北部的温度会佫降。一礼拜温度变化较大，所以提醒民众要爱穿雨衣。昨下晡开始哦，北部佫有东部就反寒咯。这波冷空气台南以北温度上低只有13度。另外嘛，因为东北季风甲空气污染吹来台湾，西部的空气品质咯是拢无介好，所以嘛爱特别注意。台北市区出日头，也毋过看向远的所在，规片毛毛毛，其实这是雾。西北部地区受到浓雾甲水边扩散条件无好的影响，早起嘉义市的空品测站来到红色警示，白沙乡亚 PM2.5浓度，卖先到为立方比97微克。下半日开始，冷空气落南，会带来境外污染。依照目前上游浓度来看，这一波是比较明显显著的，就是稍微就是浓度会比较高一点的那个境外污染物的那个影响。整个西半部，我想都会是至少是橘色提醒。环保署表示，拜一水边扩散条件变好，空气会渐渐改善。也毋过北部甲东部民众爱特别注意，下昼冷空气会带来落雨，气温明显转凉。中南部日暝温差也会扩大。气象局指出，这波冷空气强度是伫东北季风甲大陆冷气团之间，北部低温会降到摄氏13度。这一波冷空气最强的时间点会是落在21号的晚上到22号清晨，预估在台南以北、宜兰的低温大约是13到15度，其他地方大概是15到17度之间。这波冷空气有计礼拜3减弱，也毋过到24拜5，阁会受到另外一波冷空气影响。气象局表示，北台湾会明显感受到凉意，对中南部的影响就较细。记者综合报道。南部真久拢无落雨，欠水愈来愈严重哦。包括白河水库、詹文水库、佮乌山头水库，水量拢剩无到一半。水利署是表示讲，3月初1开始，嘉义甲台南拢开始减压供水咯，望民众体谅，嘛爱省水，做回来渡过难关。伫个公园压花，就惊花打死。毋过高雄预测到2月中先3天落雨，毋过少到无法度算。中央气象局高雄气象站资料显示，去年高雄年雨量只有971毫米，是高雄气象站史上第5届，也是1981年了后落雨上少的一年。我们可以说这近60天了哈，可以把它当成是几乎是零降水。
高雄气象站预估3、4月高雄落雨量也无乐观。当然会啊，你要限水的话就没办法用水啦。感觉到最近真的是雨有比较少一点，水真的相对比较少一点。南部地区目前是3春以来上可旱的时阵，白河水库、闸门水库、乌山头水库调水量都无到一半。水利署南区水管局表示，3月初开始，家己地区水情定库调整组减量供水黄灯，台南地区调整组减量供水的干嘛设定库。甲时阵台南每月程度以上干业用水户爱省水10%，每日用水量程度以上省水无到10%的用水表延荒，当期水量每月是程度以上亲像游泳池洗车业者慢慢减量供水10%，因为久无落雨，高雄伫全市13个工地设生活刺激用水储水点，互民众免费来压花消防用水者的无甲人体接触的用水。预估呢，水量可以达到4500吨之多哈。那目前已经设置完成了取水口有13处。高雄市府强调，高雄有闭源水源70万吨，生活储蓄水也会伫10天内增加到50个所在，希望民众加利用，也爱省水度过欠水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是来看《中国时报》。8大工商团体今仔甲总统蔡英文见面，会针对产业的发展提出建议。目前了解，工商团体特别关心两岸关系甲能源议题。望讲两岸会使赶紧来恢复官方的交流，嘛望讲台湾未有限电的问题。再来看《联合报》，开讲机器人 ChatGPT 最近是真时行，也毋过有高中的老师是真烦恼，讲学生会使用这个软体来做学习日听档案的报告偷食补。伫香港的大学已经禁止学生使用 ChatGPT 来写作业考试咯。再来看《自由时报》，健保的部分负担的新制度第1阶段。药品佮急诊的部分，上近4月份会实施。健保署长赵宗良是表示讲，本地中介修理好有身心障碍证明、经济困难者，要用补助的方式来支付因的部分负担。也毋过最后是决定讲，会维持现在的制度，免收部分负担。再来看，对今仔开始，时代就毋免搁挂喙暗咯，也毋过大众运输甲病院是爱搁继续挂。因为民众喙暗已经挂3档咯，有真侪人已经惯死，即马毋免挂哦，等到是真烦恼。尤其是青少年当爱水，因特别重视家己的外表哦，毋免搁挂喙暗，无人烦恼甲困袂去。新冠疫情等候，19班次增加15747个本土病例，比顶日班次同期下降6.8%，死亡有68例。其中较少年死亡个案是40多岁男性，本身有心脏病、糖尿病史，去年10月底发病，今年1月底病情恶化不敌死亡。住院后来因为多重的并发症，持续在加护病房当中治疗，那病况不幸在1月底的时候恶化过世。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本土疫情已经连续2礼拜稳定下降，28日室内喙暗铃放铃会如期进路。就医疗照护机构甲大众运输等2大类场所，爱强制挂喙暗，其他室内空间由民众家己决定。我还是会戴。为什么？保护自己吧。现在已经变成这3年来这样子，不戴好像怪怪的，像没有穿衣服一样。过特别3年，喙暗要改进，未少人却出现容貌焦虑症。无想要将喙暗摕落来，有医师指出，尤其青春期的国高中生特别注意外表，过度焦虑患者甚至出现失眠。每天呢都会一直看着自己的面容，或者是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直嫌说自己身体不好。那甚至即使没有不好，他也会觉得说已经很不好，甚至要反复的跟别人确认说，我这里有没有一块斑啊？你跟他讲没斑，他也不相信。医师建议家长加鼓励青少年唔通只专心外表，加量自身的长处，转移外表注意力。另外，国际学校幼儿园爱等28年假了后，3月初到才放铃室内喙暗铃，指挥中心特别提醒，特殊文具，比如计程车、救护车、甲航空巴士等，还是爱专程强制挂喙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劳保局公布讲，去年有159万人请领劳保老人年金，其中有98万人哦，一个月领无到2万块，有17万人领无到1万块。若说干那靠这笔钱是真歹生活。另外，风声讲劳保伫5档内可能会破产，劳工团体就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来提出劳保债务的解决方案。
为保障劳工退休了后的生活，政府提供劳工保险老年给付。劳保局公布，去年2021年劳保老年年金统计，去年有159万人申领劳保老年年金给付，不过其中有98万1400多人，每个月领不到2万块，占61%。另外，还有17万多人，每个月领不1万。整体平均给付申领只有18294块，比台北市去年上届生活费的18681块较低。这些劳工朋友，他的年金给付金额大概就是因为平均投保薪资相对比较低，或是投保年资比较短所造成的啦。劳保局表示，影响劳保老年年金给付的因素包含平均投保薪水、投保年资等。若劳工平均投保薪水愈悬，投保年资愈长等，就影响较悬额度。对劳保5年来会面临破产的危机，劳工团体呼吁应该赶紧推动劳保债务改革。我们的基本工资呢，从今年已经再提升到26400，所以呢，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水准的话，事实上已经不宜再下修。我们是呼吁说，尽快能够针对劳保年金的改革召开国事会议。劳工团体强调，政府应该提悬劳退薪资提高率，甲固定退休金基数提悬到50基数，增加给付水准，唔通让劳工退休金无法度应付严重的通膨。总统蔡文也应该马上开劳保改革国事会议，提出劳工保险条例修正草案。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北韩让48天又个试射飞弹，引起美国、日本和南韩的谴责。外国媒体拢认为讲，这摆试射飞弹有可能是针对后个月美国、韩国联合军演提出警告。另外，以色列伫礼拜嘛向叙利亚的首都射飞弹攻击，造成15个人死亡。北韩10日下晡向东部海峡发射一粒火星15型洲际弹道飞弹，这是今年第2摆试射弹道飞弹。根据日韩2个安全部门，飞弹最后落在北海道西边日本经济海峡。分析认为，这是为经过美韩要在下个月举办的联合军演，甲美国召集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北韩问题才启动，美日韩拢发出严厉谴责。This is an outrageous act which escalates the level of provocation 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uch act i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It is a clear violation of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be united and take resolute response. 北韩外方媒体报道，这摆飞弹试射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下令新成立的导弹总局执行的第一个任务，要向美国和南韩展现北韩的致命核反击能力。事实上，北韩这个月7日才伫建军节大型阅兵仪式，展示技术由北韩家己制造新型飞弹。外国媒体迄时阵就推测使用固态燃料，过程成立相关的部队负责研发甲试射。这摆试射的火星15型洲际弹道飞弹，普遍被认为射程延到美国。We call on others to condemn this action, to take appropriate steps, including the 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sanctions. 另外，法新社表示，以色列拜日发射飞弹攻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造成15人死亡，一栋13楼高的建筑摧毁。攻击地点伫一间伊朗文化中心附近，周围是戒备真严的主题区，甲高级官员、情报部门的所在。目前无法度知影是毋是针对特定单位发动攻击。不过，以色列为自2021年叙利亚发生内战以来，真侪摆控制叙利亚政权的据点。迄时阵讲，袂互伊朗的影响力扩大到以色列边界。公司新闻牛眼朋友。土耳其发生大地震已经第14天了，佮救出一对翁仔某佮因的一个囡仔，也毋过这个囡仔送病院后来是救无回来。目前土耳其佮叙利亚嘛已经有超过46000人死亡了。叙利亚有未少的灾民哦，无所在通去，只好继续待伫损害甲真严重的厝内底。全身躯拢是土石糊，倒伫土石堆内底，幸存者3名在等待救援。
وخانم هیچی چکتی اوج زن شام محمد علی یمان。土耳其甲叙利亚边境地动了第13天，搜救人员伫土耳其安塔基亚发现3名幸存者，是一对翁仔某甲因的囡仔。因伫受困296点钟了后，总算获救出来。然过因的囡仔送病医了后，伤相当救袂回来。这场地动，互两个国家的死亡人数累计超过46000人。在着离地动时间是愈来愈久，得救的人嘛愈来愈少，为搜救队挖出来遗体愈来愈侪。虽然安尼，现场操作怪手的人依然尽力想要找到所有罹难者的遗体。Zor bir durum. Şimdi bu trafik kazasına başka bir olaya benzemez. Tonlarca ağırlığın altından insan çıkarıyorsun. Aileler bir umutla bekliyor. Ailelerden çok biz umut ediyoruz. Çünkü aile şey istiyor, hani bir defin istiyor. Aile bir mezar istiyor. 现在和真侪儿童雄失去爸母，正遭孤儿。叙利亚都有一名才打出世的翁仔仔，一家伙仔拢伫地洞内底牺牲。伊阿叔甲阿哥决定用翁仔仔妈妈的名阿弗拉替伊号名，而且领养伊。这个地洞造成5000多名叙利亚人死亡，嘛互真侪幸存的人生活更加困难。真侪建筑伫地洞了后，已经更经外漏，厝内壁甲天棚世界拢有必损，严国灾民无地通去，只会当继续住伫危楼内底。为了赶紧实施救援，联合国机构代表伫18到互反抗军掌控受灾上严重的简达利斯，毋忙赶紧了解情形，实施人道主义救援。国际新闻，但是同朋友。再来看日本3.1大地震发生要12天咯，东京电力公司决定讲要伫今年的春天甲热浪，甲处理过放射性的太高水排到海里，这嘛已经引起渔民甲附近国家的反弹，因为最近是赤龟的季节咯，渔民是真烦恼讲会受到影响。渔船入港，甲对大海掠到的刺龟放入去桶仔内，这嘛正是刺龟大出的时阵。这种高级的食材正受日本家庭喜喜。不过渔民甲餐厅业者这嘛是担心讲，伫春天甲热天之间，放射性污水传水要排大海的代志，会影响因的销售量。本当にこの放水問題で、10年20年とまたなんか量が戻るのが伸びたような、ちょっと。そういう心配はあります。離日本3.1的地震就要滿12年啊！對福島的漁民來講，旱災讓因的水產漁獲量受到嚴格限制，嚴重影響因的生活。雖然刺龜是需要經過定性處理，才能避免中毒的食材，不過佇漁民當過10年，等到2021年放零漁獲的限制，再加上學到新的掠魚的技術，如果拄到刺龜大出，漁民認為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機會。不過，即馬政府准東電排核污水的決定，漁民甲在地海產餐廳業者認為會切斷因的經濟來源。汚水のその海洋放水に関してはもう絶対反対、風評被害も出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恐れもある中で、こういう決定をしたっていうのはどうしても自分たちは本当に許せないっていうか。セシウムが吸着したり、ストロンチウム吸着したり。他の物質を吸着したりということを全部つなげた後に出てくる水はトリチウム以外の物質がほとんど取れている状態になっていると。東電公司強調，經過泡沫的核污水放射量是1公升1500貝克，比國家制定的標準1公升6萬貝克少真多。IAEA 也認定，這種放射量符合國際標準，未對環境造成危害。另外，為了要讓漁民放心，東電也做養殖實驗，讓海洋生物甲魚飼一個一般海水甲泡沫的核污水環境來面比，觀察這款魚依然正健康，希望會當得到漁民的支持。日本媒體都報新聞，佢訪問處理污水排放工程的現場，估計排放工會伫咧今年6月完工。但是中國依然對核污水排大海做法真不滿，南韓政府也真擔心，要求日本一定要以安全而且符合國際標準的方式處理。公司新聞但是同朋友。今仔國際上閣有啥物大代誌？咱做伙點台灣來看世界。先來看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今仔坐直升機去土耳其了解災情，嘛先來講會提供1億美金的人道援助。再來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史托滕伯格，第18慕尼黑安全會議中表示講，在烏克蘭發生的代誌對亞洲是真重要，嘛強調講北約的擴大甲印太盟友的合作，包括日本、韓國、紐西蘭甲澳洲。
再来看韩联社报道指出，讲北韩今仔透早又搁往东部的海域发射飞弹，是啥物款的飞弹，目前是搁还未确定。也毋过，这已经是北韩伫48点钟内哦，第二届试射飞弹咯。日本跟南韩的军方嘛提醒民众，要爱特别注意。来看南投的草屯伫18中道传出一个驶银票车的保全，甲车顶的200万现金偷摕走。警方接到报案，调监视器的画面追查，迄天就伫台中抓到这个保全咯。运钞车的窃案发生伫咧18号中道，罗氏保全甲另外一名同事，甲运钞车停咧南投草屯清芬街，由罗氏保全先留守伫咧车顶，另外一个人先落车入中道。但是案发进前，罗氏保全不断变换运钞车停放的地点，连附近的店家嘛感觉奇怪。他一直换位置，有时候换去对面，对啊，然后再换去那边，因为他移车移很久了，本来是进我门口，然后去对面用餐了。警方表示，罗氏保全几分钟后嘛落车进入餐厅，甲当事骗讲处理的人有代志找伊，而且交出运钞车甲金库锁匙就离开。但是后来罗氏保全一直无回来，电话嘛无接，当事发现状况唔对，拍开运钞车的金库检查，才发现减少现金200万，马上报警。那以车追人，以人追车，在短短6个小时内，在台中市丰原区拘提涉案的赖姓嫌犯，并起获剩余的赃款100余万元，有将部分的赃款去购买一部中古车，那这个车辆的部分我们也查扣了。警方调出路口检视画面，发现罗氏保全案发了成变装，搁再坐计程车前往大良市一间中古车行，用72万买一台进口中古车，然后开车离开。警方以车追人，当天暗时9点外，伫丰原一间饭店逮捕涉案的罗氏保全。记者南投台中总报道。再来看台中的太平区一个宽和步道，最近去运动的民众闻到真臭臭的味哦，原来是附近红蛋900粒白带鱼头甲鱼尾。警方已经抓到黑白蛋本色的贩仔，环保署是表示讲，上济是当罚6000块。台中市太平区头边溪的宽和步道，因为较少车辆经过，环境真清幽，所以叫做违法乱抌物件的地点。15透早有民众早起运动，闻到风花边传来阵阵的臭臭味，我近一看，发现爆花边红蛋至少有200粒白带鱼头甲鱼尾，随报警处理。金城路河堤步道发现有上百颗白带鱼头遭任意丢弃，随即通报市府环保局派员协助清除。经本所调查发现，一蓝色小货车，其车斗载有盛装渔获之器具，行经上述地点。环保局也接到警方通报，随派员清除这的鱼头甲鱼尾。警方调路口的监视器，发现一台蓝色小货车10时下昼1点多，经过这个路段，无偌久搁原路转去，后车道搁技术载有装起回相关器具，通知车主姓陈查某人到案说明，伊承认有弹鱼头。2月14号下午，有一可疑车辆行经该处，环保局请车主到案说明。陈姓车主坦诚，贪图一时方便，将白带鱼头丢弃环河步道。环保局调查，违法弹鱼头的姓陈查某人本身是鱼贩仔，人客买白带鱼了后，拢会协助将头尾切掉。本来应该是以分类来处理，也毋过姓陈查某人耍黑白乱弹。环保局认为违规经济重大，会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开罚相关6000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少年人哦，实在是真有创意，真无简单。这20岁左右的简书文甲泽内泽银哦，2个人参加2023年的世界杯青年做胖比赛，因用有文化特色的作品《赛德克巴莱》摕到冠军。另外，做点心的冠军哦，嘛是咱台湾囡仔林凤仪，伊以人西歌丁接过这种传统元素来创作，嘛真受到肯定。Going to 台湾。 21岁简书文甲19岁郑泽颖伫高压比赛中出奖，就来领奖亚冠奖杯。2人以作品《赛德克巴莱》充满文化特色甲幼稚的设计，打败瑞典甲巴西，摕到2023 UIBC 世界杯经典美宝大赛冠军。接受访问的时，后田老目屎感谢教练指导，教练也学了2个人做好要求真悬。就是水泡破了又再破，破了再破这样。哎，发抖。
痛要忍着继续做啊，完整做好才是重点。就是在时间内完成，然后还要就是要控制那些温度。作品展现气势，配件复杂，两个人伫6点钟内完成140外个芳。那两个人的手会当清楚看到烫伤、刮伤、乌青等各种伤痕，也毋过因毋捌因为痛痛提球，另外一位也以高度抗压性赢得青年西点冠军。是20岁林鹏仪，伊伫15点钟内完成有糖钢机、半小技能高个的项目，经过体力甲耐力考验，还是有一些小失误，然后当然就是赶快在下一次的流程中，比赛开始前把它调整好。很意外自己可以拿到这么好的成绩。林鹏仪的西点充满传统文化元素，有人中人西挂挂顶，糖钢机上的金鱼更加是像真的。伊使用台湾第一家水果顶在地食材拍败德国、巴西、马来西亚等地伍。UIBC 世界杯青年面包加西点大赛，参赛者的年纪爱伫25岁以下，头一摆伫欧洲以外国家举办。咱国选手成功将2座冠军留伫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礼的北港哦，有一个斗步的师傅周秀辉，伊做斗步20档咯。伊的作品有呈现妈祖文化，嘛有真侪来自日常生活的灵感。伊得过真侪奖哦，咱做伙来看伊精彩有故事的斗步的作品。今日脚步台湾工艺之家标顶面看到各种色地布料，拢是要做脚步材料。住伫云林北港的周秀慧，20年前原本是为着要做姨娘，开始学这个脚步，无想到上厝就该去演北北里咯。因为我觉得生活工艺嘛，然后生活就来自工艺，然后工艺就创造了很多元化的，所以就会一直钻研。周秀慧讲，伊本身是北港人，开始脚步创作，加主队融入妈祖文化这民俗的元素，利用无同的布料加夹豆的技法，互几啊千、几啊万片零线小花布放伫对的所在，产生小花砖的图样，也毋过远远一个看，敢若像100度同款。它大幅明暗度要去排列，然后还有它车法的时候要十字都要对齐，它才可以呈现一个很完整的作品。那甲在地文化特色放入去作品内底，也甲脚步做成爱包、红仔这日常的生活用品。近年来参加真侪比赛，摕下大奖，也算文化部认证为台湾工艺之家。种伫社区大学教民众脚步，互真侪学员爱着这项手工艺。那个薄杯觉得不方便，就自己做个袋子，这样子提着比较方便啊。嘿，就学了拼布以后，会学很多东西，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自己去创意。版型啊，每一个步骤啊都很精准，就是让我觉得很稀奇、很新鲜。为着要响应今年底要伫北港举办的台湾脚步艺术节，周秀慧已经开始制作以北港朝天宫香火茶为设计元素的平安茶，来募集真侪公益捐赠来帮助弱势族群。缝缝补补这样就可以把一些烦恼、什么事都忘了，就专心在这边这样。我们最主要是做好之后是要捐给那个家福中心的，然后也可以做义卖，然后金钱也都是会捐给家福中心。周秀慧对民国91年伫北港成立脚步工作室了后，每一个阶段创作风格拢无同。除了上有代表性的妈祖神像脚步以外，也会甲家己去爬山时阵所翕落的风景用脚步来呈现，互伊的脚步更加具有记录性加故事性。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有分文读音甲白话音哦，一般咱生活中大部分拢是念白话音，那拄到专有的名词才会念文读音。安怎来分辨呢？其实无受过训练的人哦，是真歹分。咱得来校园看卖的学生囡仔敢分得出来。台语是咱的本土语言之一，毋过即马伫生活当中，惯势讲台语的囡仔是愈来愈少，搁较免讲要分辨台语的文读音甲白话音。网络上就有一段数字台语的测验，实际来到校园，请学生囡仔念看卖，考验大家的台语能力。一心一爱，一球啦。我不会嘞。你长你正三太子跳三不会念直接跳过，完全不会。
个字都不会吗？不会。一生只爱一个人，20年赚2000万，三太子跳3分钟。一生只爱一个人，20年赚2000万。平平拢是共款的数字，读的音煞无共款。这就是台语的文读音甲白话音的差别。使用的时机要安怎判断？会当听专业的台语老师为咱解说。音大家较知影吼，就是1、2、3、4、5、6、7、8、9、10。啊，文读音就是1、2、3、4、5、6、7、8、9、10。一般来讲，用伫专有名词、地名啊，甲人的名，拢是用文读音。啊，你若是讲日常咱来讲的吼，口语较侪就是白话音。掌握以上的原则，要讲出正确的台语，就毋是一件困难的代志咯。除了鼓励学校的教师推动全语境教学，伫生活当中，若会当加听加讲，对练习讲台语，拢会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台湾的铁基路，伫日本时代开始大规模建设，所以有真侪用词拢是用日语、台语和客语来参做伙。国家铁道博物馆最近就推出全台语的导览，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咱铁路的用词甲文化。分道这个物件是日本时代开始咧讲的，伊这个事实上是对英文的 point 来的，咱台语就甲号做分道。看到伊边仔有一个用板的、用扁的物件，火车若过，伊板有正边也是倒边，火车就会当到伊的应该爱去的方向。原来控制火车方向的设备号做分道，是对外来语反过来。若火车头是叫做车尾，后壁高的车厢就是车颈。导览人员透过以上加语言的分析，甲民众解释铁路用词。较早是大人也是阿公阿嬷，因行拢骑牛车无毋对，伊看到这种乌色当拖物件咧行，拢会感觉是牛，所以会感觉这应该当号做乌牛啊，这个名做台语开。这是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摆举办全台语的导览，吸引40外的民众来参加。除了铁基路车厢设备以外，各种古早铁路餐厅内底的状况展现伫大家面头前。筹备处表示，因逐个月拢有无共主题的导览，希望透过生活化的小解，互大家认捌台湾铁路文化。听起来是台语，毋过可能有条是结合着咱台语、客语，嘛有可能是一寡日本外来语的结合。变成咱台语的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款的铁路用这款的名词吼，看会当用这款的机会，不但是讲，互咱民众知影，当买当互咱的一寡的工作人员，伫后来这款的介绍的过程当中吼，看会当更较进一步来做一款学习。国家铁道博物馆上近每年就会开放部分园区，适当后全面开放。筹备处讲，未来有计会提供华台语导览服务。记者麦上英曾志由台北报道。屏东县的潮州，伫2020年地方就推动着旅行的在地观光的行程哦。最近嘛，甲附近的庄头做伙做规划，望讲游客来到这，会当来了解规个潮州的生活圈哦，认捌伫大武山脚的各种的族群、各种的产业甲文化。行过客家庄，行入排湾的部落，深入了解大武山脚的每一个角色。台湾好基金会2020年头一摆伫屏东县潮州镇，和在地业者做伙推出潮旅行的深度旅游行程。不过因为疫情暂停一冬，即马搁再重新推出新的行程。12位领路人，自己策划，这些其实都是在地非常非常精彩的人事物，也是很重要的文化生活的根本。这回潮旅行扩大规划到潮州周边的乡镇，就是希望让游客愈完整来了解规个潮州的生活区啊，唔但会当体会到戏班文化，行入原民甲客家聚落，也阁会当了解到真可可啊、甲糯米等等，认捌生活伫咧大武山脚的各种族群甲各种产业。潮州是一个核心、一个中心的重镇，变成一个整个潮州一个生活圈这样子更好的把周边的邻里的乡镇也一起带出来。希望说大家来这边看我们的环境之后，回去之后呢，能够把想要改变自己环境的心带回家。
另外，这回潮旅行嘛增加生态行程，除了希望促进潮州的观光、推广文化，嘛是希望传达守护环境的观念，带动地方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牡丹乡，这几冬正积极来发展观光哦。来到这，唔但有趣味的生态旅游，可当洗温泉，嘛当来了解戏剧斯卡罗内底演的牡丹社事件。乡公所是正拍拼规划全面性的旅游路线，望讲互咱国内的旅游会当愈来愈舒适。伫个公司戏剧苏家乐爆出了后，因为牡丹社事件历史故事，也带动地方的旅游。屏东县牡丹乡有9城拢是树林，嘛有丰富的原住民文化。这几年来，当地真拍拼在经营观光游艇，像旭海温泉、高速新社，拢有真侪人爱去行大翕相。乡内总共有10个景点，有草原，有海边，我们走到高士。有高士佛山，从车城这样进来，来到纪念公园那边，是希望以后能够更完整，就牡丹社事件场景的一些解说牌。牡丹乡的乡长潘总志表示，为着要提供更较好的旅游品质，乡公所嘛正积极在加强交通和通讯等等的硬体设施。我们一直在努力，在积极在建构，比如说像通讯、像道路交通，因为以后我们可能要推动电动脚踏车。可以让我们喜欢我们牡丹的朋友能够更深入，然后更精细的来走完每一个景点。牡丹乡除了原本就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和生态旅游，未来嘛打算要推展电动脚踏车，希望互游客来到这会当有舒适的旅游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 T1 职业篮球，昨暗发生严重的冲突，桃园分霸对台皮迎行的比赛哦，两队的球员冤家相拍，让台皮的助理教练，佮有两队的队职员拢冲入去球场起卡动手，结果有12个人互赶出球场，让魔术霍华德嘛因为想要甲队友诱走，互赶出球。哇，要打起来了，哇，不妙。比赛结束进前50秒，球场发生严重的冲突。台北助理教练林介豪对场边冲入去场内拍对手的球员，引起两队的球员甲队职员拢走入去场内规定拍做伙。这场 T1 列明桃园分霸对台北英雄的比赛，先是分霸的陈孝雄在进攻的时阵，敢若是有去攻到英雄的蒋伟安，蒋伟安失去控制动手。是第一波冲突，两个人互人诱拐了，英雄的助理教练又搁冲击伫场顶，出手拍陈孝勇，引起第2遍的冲突，两边的人走起嚟拍做伙。这次的事件，那云豹有6。后尾英雄5个人，分霸7个人，总共12人被赶出场。分霸球星魔兽霍华德，因为想要保护队友的安全，也去哩甲队友诱拐，同款被赶出场。伫比赛后，伊认为这种判法无适当，也感觉讲家己被针对。台北的总经理夏浩远是对球迷、联盟也搁分霸3方面道歉，讲会对助理教练林介豪甲相关的队员做严厉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职业篮球 NBA 顶礼拜六办的灌篮大赛，麦克朗4球的灌篮表现了真精彩哦，是今年的灌篮王。也毋过伊目前伫 NBA 只拍过2场的比赛，伊的故事阁有精彩的表现，这嘛是真受到注意。咱来看这礼拜的体育主播。Here comes McClung. 麦克朗背过一个人了后，伫咧空中还阁向2个，搁再用脚趾边对拿轻的方式甲球灌入去。这个高难度的动作，互球迷看甲会还强要落来，评审也予伊50分的满分。上尾这球，麦克朗穿伊高中的球衫，跳起来了，伫天顶射要甲540度，搁再甲球灌入去。落来涂骹了，伊模仿较有名的灌篮明星卡特伫灌篮大赛较有名的手势。这球也互麦克朗摕到今年 NBA 灌篮大赛冠军，不过伫咧比赛前是无啥人捌伊。因为真侪大咖的球星无愿意参加今年的灌篮大赛，即敢若拍过2场 NBA， 这季伫咧发展联盟的麦克朗参加，伊今年24岁，188公分悬。进前就因为弹性正好，跳了正悬，正出名。前2粒灌篮就互球迷话讲真有够快。伫摕到冠军了，伊讲明年会来继续卫冕，也希望会当量产变做 NBA 的球员。
另外来看卡球，葡萄牙的球星 C 罗，伫沙特阿拉伯的表现是愈来愈好，加队友的配合也愈来愈密。比赛第17分钟，C 罗伫咧中场这粒长传球，飞过3位防守的球员，助攻队友顺利提分。了伫咧第78分钟，双方1比1平手的时阵 ，C 罗伫咧禁区内面拄好夹着球，反弹到边仔队友的脚边，随起脚射门提分。这个意外助攻，和 C 罗的安纳斯队上尾2比1赢球。记者综合报道。春天到了，花龙的大开，伫西班牙杏林树嘛开花咯。也毋过因为气候暖化，今年的花期是比往过提早1个月哦。农民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授粉浪花。饲芳的农民嘛真烦恼，讲蜜芳会无蜜通食，生态会受到冲击。伫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省的阿尔莫西亚，规粒山拢正行连树，这回提早1个月开花，和规粒山拢是白色的花蕊。也毋过毋通欢喜讲会当提早看花，农民担心的是，若伤早开花拄到暗霜，有可能互临时4度左右的寒气冻伤，至发育歹会影响收成。Frío, el otoño es frío, se florece en su tiempo, pero si hace más calor, florece antes y esa almendra si cuaja, luego se la lleva al frío. 西班牙是世界上第2大杏林生产国，规个产业对经济影响真大。阿尔莫西亚当地有几落百个家庭，生活拢是靠种杏林树甲橄榄树。气候暖化造成花上早开，甲春天才开始活动的昆虫无共步，除了会影响授粉，再加上寒流的影响，会影响结籽的情形，也和主要授粉的蜜蜂无实物，影响农业也影响生态链。Que se adelante tanto a la floración que no lleguen a aguantar hasta cuando van a aparecer esos polinizadores, ya sean, bueno, pues desde los coleópteros, los escarabajos, como decíamos antes, a lo que son también las mariposas, que juegan también un papel fundamental, y muy especialmente las abejas. Para la abeja, para conseguir el polen y las proteínas, para pasar la otoñada, porque la polinización es de las actividades más importantes que existen. Y muchos cultivos pues necesitan de nuestras colmenas, como es el caso del almendro, que la polinización es cruzada. Entonces, pues a mayor abeja, mayor almendra. 2022年，全欧洲经历过高温大暑，西班牙更加创1964年有记录以来上大上热的一年。气候专家讲，未来几年地中海将会成为全球暖化速度上紧的地区之一，规个区域的农业拢会拄到威胁。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辑。意大利有全世界上出名的威尼斯名具嘉年华，民众来到威尼斯哦，唔来当欣赏热力滚滚的游行，买当去当地的老店，而安怎来设计名具、做名具是真趣味，咱做回来了解。敢若小几啊克的名具，佮搭配华丽服装，意大利威尼斯的名具嘉年华，自这个月初是一直办到这个月2日。要参加就要先有一个有个人特色的名具。伫咧威尼斯圣马可矿场附近，就正在这种细件工作室教游客做名具。È importantissimo perché noi trasmettiamo la nostra tradizione per un'ora a quelli che vengono a fare questo master, diciamo. Tutte le nostre sapienze, tra virgolette, perché in un'ora non è che poi, però vedo che la gente si diverte molto e apprezza. 今年66个格拉索做名具已经40几档，每年办嘉年华时阵，就将这道传统名具工艺教予有兴趣学的游客，一天平均会当教7位到8位游客。伊的后生尼可洛就是伊第一个学生，即马负责处理游客有约上课的代志。做名具无亲像想的这么简单，主要先画草图，结果做模型，等名具的模出来了。这个用锅啊，加一层一层浸过水的纸搭起嚟，等到规拢打熟了，再加粗边抹好油，才袂伫咧挂时阵去烤掉。上尾啊就是上色加增色，因为制作的过程真复杂，所以游客伫咧上课时阵是拢摕到已经完成的12种名具的模型之一，才画色加增色就会使。ベネチアンマスク作り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アートが好きなので自分で描けるということがすごく嬉しかったです。あとお店の方のデコレーションがすごくアーティスティックで。
伫咧上课时阵，个人所白仔也会甲游客讲威尼斯的故事。有人写是讲有千年历史的嘉年华，有人写是讲每一个民居背后的故事，或者是威尼斯这座城市特别的所在。伊讲威尼斯因为受到气候变迁严重的影响，人口开始外移，真侪古早的手工艺强美食团。È importantissimo tramandare questo tipo di attività perché si continua, diciamo, comunque una tradizione locale e soprattutto sono delle attività che ti possono dare veramente delle soddisfazioni immense. 白仔两个人希望借着游客的学习，和传统的工艺有机会当传承落去，也用无同的方法，包括社交媒体，和这份古老的手工艺术，会当和更加侪人知影。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辑。做回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1度；外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